情时可曾在眼上桃花？一江水多少年华？任风雨吹向我，笑谈间宁天下。论清浊与对错，耳畔生喧哗。让明争与暗涌，明尘烟之下，生死别无话，谁人应呀？今古梦一刹，众里寻他。乱世有我为红尘，为一人天涯戏马。繁华过眼，凭时光过，沉沦不改牵挂。天命皆雄家，一粒为沙。拂袖天下闲愁，看落花。咸菜，这是什么名声啊？哎，兄弟，你见过吗？闻所未闻呐！是不是小报上说的？家有闲置物品，皆可放置本店，代为售卖。真要倒腾破烂啊？非也，这属于服务行业，能让大众互通有无，化浪费为消费，变闲为宝。是吗？我们苏家的买卖，小姐，相信厉行的眼光。东家，东家，耿叔，何事惊慌？这是连安小报，您快看看吧。江陵落魄宁家生，数典忘祖坠苏门。假时虚学博才名，皆为商妻操弄淫。今来临安卖旧物，不典不当何所图？只为空手套贪狼，太恶毒了。这文笔也不怎么样。看来娄家是想造谣抹黑，逼走我们。生意可以不做，污人名声实在可恶。娄姐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如此一来，苏家在临安就无法立足了。你那些小招数，对苏檀儿或是迂腐文人还算管用，那宁毅嘛，只会不以为意。寡廉鲜耻。眼下那咸菜店避开商会，不进货、不囤货、不抵押，他们是铁了心要在临安待下去。论经商，若妹夫尚在，定有奇招制服那厮。不，他从来就不是此人的对手。听你这意思，他们曾经是仇家呀。好啊，那我就再下点猛料，为见妹夫的在天之灵。你怎么这身打扮？最近我们名声大噪，官府盯得紧，小心为好。真要是小心，你先把刀藏好。出门不带刀，还是刘大彪？官府就认这把刀，你这人呢，倒是无所谓。干嘛？你怎么了？
大侠比武呢，这女侠好身手啊！你真彪，这要让官兵看到，咱俩都完蛋。怕什么？陪你。呸！夫人可不能针对我啊！看你表现。走。娄家让你们做什么呀？武德军来了，阿长阿命他们一直在查探布防。那你呢？我盯着那人啊。娄家会忌惮那个书生？唐儿，哎，我去附近商家淘点宝啊。去吧。啊，姑爷，小姐吩咐小陈帮衬姑爷，一道去。走，看看去。姑爷，人家家主只要15贯，你为何要给20贯？我这是淘到宝了，要我说，20贯就是白菜价。 20贯，白菜都能买一屋子了。要不，咱明天就关门得了。这可是千古奇书，若能流传下去，受益子孙万代啊！宁立恒，尔等龌龊行径，实令读书人不齿。娄兄此言何意？何意？哼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！放手！你干什么？动手！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我没有受伤。江陵人胆敢在临安放肆！娄公子说的这是谁呀？苏家赘婿。你以为了吧你？我刚听娄公子说奸夫淫妇，谁跟谁呀？应该就是前面那俩吧。我也敢来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哎，这不是娄家大公子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个赘婿，让夫人在外抛头露面，自己却带着丫鬟厮混，恬不知耻。小报上说的那个赘婿就是他呀！没错，对，就是他。赘婿，庶子！是。娄兄，你误会了。误会？丫鬟乃是下人，你替她背书香，还护她周全，不遵礼法本分，这还能是误会？宁立恒，你分明是窃玉偷香，与贱婢行苟且之事，丢人现眼，为人之耻，简直不堪入目。你们，娄公子，只能说你我所学礼数有差，在我这儿没有主人下人之分，只是分工不同。这书生有点意思啊。主仆的不分，伤风败俗，抓他们进猪笼，就是不能饶他们。打他们！哎呦！别怕，有我。打他！娄书恒，打架的成本很高的。弄死他！这什么招数？没见过啊！全无套招，不摆架子，出手来了。你还不上去帮忙？那娄家女人说了，就算他大哥被打死，也不让出手。他要再不留手，阎王爷就要收人喽。还动？现在可以谈谈了吗？宁立恒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是。让开！让开啊！让开！别动力！别动力！救我啊！哦，难怪不让出手。可算来了！捏了。宁立恒，你死定了！
当街殴斗，妄作胡为，都带回去。都带走。走吧。慢点。南方匪患呈扩张之势，不知府尊大人可有应对之策？依本官看，如今南有武威，北有武纣，而武德军也已驻防临安多日，小小刘匪不足为惧。近日老夫得见江陵宁立恒，近来人心惶惶，恐怕还需修筑城防，加紧操练，方能震慑贼寇，安抚民心。老夫深以为意。说得在理，只是此等工事开支庞大，本府银库恐难撑之啊。老夫还有些余钱，愿尽数捐助公事。这不，袁统领提人来访。府尊大人啊，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这下手太狠了。疼。好，先下去吧。府尊，钱老，我娄家与江陵苏家本就是故交，兄长与厉恒更以兄弟相称。我兄长素来秉节持重，恪守德训，定是见了有悖礼法之事，才会如此行事的。如今受着无妄之灾，还请府尊、钱老为家兄做主。宁立恒，此事你可有话说？大人明鉴，是他们污言辱没在先，又仗着人多势众，撺权拢袖。如此情形，在下迫不得已出手。飞爷，是他这个赘婿与丫鬟不清不楚，苟且行事，我与众师兄才仗义直言。宁立恒，你与那丫鬟到底是何关系？小心！平等关系。何谓平等关系？自我入赘苏府，看到的是堂儿待人和善，府内人人融洽，相互尊重，同为苏家人，并无高低之分、贵贱之别，视为平等。娄大公子世代富贵，衣冠楚楚，读过圣贤书，却只因小婵的丫鬟身份，恶意揣度，作践污蔑。你兄长，在下这才气愤出手。苏檀儿，你是苏家家主，这件事你是何主张？回大人，夫君所言正是民女治家之本。我与厉恒素昔平等相交，却忘了俗人眼光，特此带来小婵生气。现今作废，于规矩于礼法，再不用他人智慧。民女新到临安，事故力薄，无力还我夫君的清誉，还望大人与钱老主持公道，明告世人。陆大人，老夫以为伤人乃是事实，厉恒定然是要认的。但若真是谣言损了他的清誉，也需以抵报严明。老师，
既是误会一场，说开便算了。只是还有一事，苏家不入商会，却在临安倒卖旧物，此等营生方式，并无律典准予，更有违临安商规，请大人明察。父尊，法无禁制便是可行，更何况我苏家不入商会，乃是因为他们在盘剥百姓。我买房的时候看了一下，娄家主导开发的商业街，从前都是贫瘠之地，近年来飞速发展，且地价节节攀升。这是正向经营，娄家眼光独到，经营有方，周围街市也随之兴旺，这才有其他商家接踵而来，地价上涨自然是在情理之中。但你要知道，在娄家开店之前，那些地皮就被木、汤、厂3家低价提前卖入。临安商会制造红火假象，招引商家前来，借机哄抬土地价格，然后高价卖出，大赚一笔。西南匪乱，反倒是让我们得利。如此一来，这地价还能涨一涨。没错，还能再涨涨。这一年涨了这么多呀！早知道也去买了。商家都是自愿买卖投入，好像没什么问题吧？是啊，这本官也无从干涉。可是，一旦商家入不敷出，娄家真正的杀招就会出现。高利贷。我那批货被劫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把地抵给娄家了。我可听说这利息又涨了，可不，太高了。高利贷、利滚利、利生利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最终商家无法抵偿，那块地便以抵偿借款的方式转到了娄家手里。临安商会和娄家如此这般恶意竞争，欺压小商家，还请知府大人明察。商人逐利本无错，但不该如此重利盘剥。索老板，你如此分析，可有证据？请府尊查看临安商会和娄家账目，一查便知。好。官府借机会查账罚款，城防改造的费用自然就够了。娄叔晚设下污蔑之局，而夫君早有防备，好像你很了解他。我曾有一位故人，娄叔婉的手段与他颇为相似，但如今看来，是我恍惚了。哦，怎么？这女人绝不简单，能顺应大武10局而动，其眼界与野心，绝非我那故人可比。反正不管怎么比，都比不过我家夫君。此番算是惩戒娄家，让其行有所止。哎，我在人群中看见你了。当时我真怕你跳出来拦我呀！当众阻拦，只会越描越黑。你不是说想找个机会对簿公堂吗？越来越默契了。那……讨厌！两边什么跟什么呀？今天这么费脑子吗？
前灯明又灭，这流空望晚楼蝶，两情同月映幻觉。曾与你眉眼，看尽落花，饮清风雪。烟